方空间并非幻想，而是真实存在的天地，乃是上古修士开辟出来，为顺利通过第一关的修士提供奖励，采摘灵草的。但可惜，这些开天辟地的大神通，却是再难重现的。开天辟地，这是何等伟力？是啊，可惜这些古人都消失了。相比之下，如今的修仙界还真是乏味呀。此河流直通第2关冰火道峡谷，而九曲灵参却在另外的方向。这里开放的时间只有1天，动作快一些，免得节外生枝。